亚那全台大罢免面，今仔是传出有假的连署。民进党立委柯志坚的早起是去到台北地检署来告罢免团。另外，民进党的立委黄捷也表示讲，有民众有反映家己的资料，互人提去使用，怀疑国民党是有咧主导。亚那国民党的高雄市党部主委郭志温的是讲，这党部绝对无介入。 在律师陪同之下，民进党立委柯志坚二早去台北地检署告发罢免团体涉嫌伪造文书、伪造印文书压罪，告诉法庭。柯志坚表示，接到民众真情，明明无参加罢免，却收到罢免柯志坚的查询单，发觉互冒名连署。以前在罢免黄捷的时候，也有类似就是国民党提供名册，所以当然我们也会怀疑是不是国民党有这个行为？那当然就是说，因为还没有确实的证据，我们也不能随便下定论。另外，同款是高雄的民进党立委黄捷，加之罢免风波也接到民众反映，互假冒连署，怀疑是国民党将告知外泄。黄捷要求国民党高雄市党部主委郭志温出面讲清楚。 柯志恩出来说明是不是有主导，或者是提供了这一些名册来给罢免团体呢？黄捷应该尊重公民团体，一如民进党不断的强调尊重公民团体。国民党的市党部绝对没有介入这样的一个事件。全台大罢免脱销，罢免国民党立委陈菊珍的公民团体，原本要伫选罢法适用旧制的最后一日19送行，却因为伫第一阶段的底限也就73分无法度达标。 宣告失败。民团强调追求和平，无代表投降。陈菊珍反呛，金门人是气嫌政党恶斗。亲人不见得谅解他们给他们压力。那还有这个陈怡贞的这些网亲，在网络上这些铺天盖地而来的攻击跟怒骂，这些都造成他们很大的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压力。金门人真是有智慧，因为金门人 唾弃政党恶斗的这一种风气，将对选罢法加严，20正式上路。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指控若被修法违宪，中昼时去宪法法庭递上释宪申请书，佮提出暂时处分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